涼瓜肉片醬汁炒，紅米營養好過白飯，午餐吃起樂無限。吃飽快去上班，忍得巴士要早到站，巴士不等人回飛站，遲到會被老闆辦，讓我有架闊闊車仔送你到站，你車費都慳返。小豬咧填詞為你唱幾句，即係其實即係打工咧，即係要提早出門啊，因為咧人等車啊，唔係車等人嘅。一遲到咗咧，就翻去俾老闆辦嘅，真係嘅。祝你努力工作啊！身體健康，拜拜。